来做这道超级简单的茄子料理。那我就一直在问他啦，说会不会变颜色？会不会变颜色？很在意对，很在意。我也很在意啊。因为呢，我这个是外贸协会的嘛，这个茄子如果没有保持原来的颜色，说真的，那个颜色还真是不好看。真是哈，有人也不喜欢吃茄子，颜色又不好看，那怎么办？对啊，但是茄子真的对身体很好。对，所以我们说不要说外贸协会，我们讲色香味俱全，色是不是排在第一位？对，对啊，不管男生女生呢，一定是看到漂亮的，你才会对他有兴趣，想要去认识他嘛。哎，食物也是一样。我承认。好，来，你看这茄子，对，哎，现在这季节茄子其实不是非常的盛产。但是没有关系哈。好，我们只要说你找到了茄子，好是外表呢蛮完整的我们就拿来做哈。好像平常思涵你会怎么切茄子？我的滚刀块。好，滚刀，那我们就切滚刀哈。好，你可以照你自己想要的感觉去做，就是比如说，滚刀这就我们最常用的方式哈。然后你就去滚动你的茄子好，然后让它的切面变大啊，或者呢，也有人喜欢他就是把茄子呢先把它剖成2半。然后再去切一段一段的哈。老师，等一下，我打个岔观众朋友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哈？老师今天挑的这个茄子很特别，这么大条，可是为什么里面没有籽？我们常常买到的就是里面有籽，所以是不是跟观众朋友教一下？好，这个茄子要怎么挑？因为我知道它有秘诀。你讲到重点哈，刚好这个茄子完整的，像我们去买茄子的时候，你要看一下老板的脸色，有的老板不喜欢人家乱摸他的蔬菜哈。好，但是呢，你就告诉他我要挑嫩一点的，你看他怎么看嫩哈，你就抓着这个，你就抓着这个地头哈，抓着地头，然后你去甩它，看它是不是很柔软，它是不是对 QQ 的哈？那如果说它里面已经很老了，就是你说的切开来里面会有很多粗粗的籽，但是它比较纤维化，就比较老。你去甩它的时候，它就是直直的，不会，因为它很固执，不会跟着你的这个脚步。对对，不好塑形。是，所以说这个观众朋友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奇怪，我明明挑得很细啦，对，可是为什么里面都粗粗的籽？那个籽说真的，已经会影响我们的口感。对，因为茄子我们就是喜欢吃它这样子绵绵的。对，那茄子对血管很好对，而且你看它这个颜色，我们说紫色的菜是不是很少？对，很少。对，因为这个紫色它里面就会有花青素。对，花青素是不是一个抗氧化最棒的一个食材？好，所以我们说，你要保留它漂亮的颜色。那通常你只要看到，比如说你在那种自助餐店或者餐厅，你看到茄子是不是好漂亮的？对啊，他们都用炸的，对不对？过油，对，他们会觉得用快速高温过油的方式来让它定色。好，那这种，那你看看茄子这个部分是不是白白的？它是海绵状。是，对你给它水，它就吸水；你给它油，它就吸油。然后你看，我们就这样子，你就找一个平的锅，然后呢，主要就是我的不需要排那个吗？把它什么这个面朝下什么的，我是觉得都还好，都还好，对，还好。我们来看一下，好，那我们今天的茄子会不会变颜色？就像我今天告诉大家说，我这道菜叫做水蒸茄子，所以思涵就想说，茄子要蒸。没有，我想说为什么没有准备电锅？好，那我们其实我所谓的水蒸，我就是直接把水加进来。好，让你的茄子呢，它是直接在水里面，然后我们是用什么让它熟？用蒸汽来让它熟。对，那你如果是比如说你就放一个好，这边1碗水通通进来哈，好，你是放一个蒸架，然后你把这个茄子呢是放在盘子上，这样子叫做隔水蒸。那隔水呢，它的温度你就很难去控制。好，那我像现在这样，你们注意到我的水并没有淹过去，是对，因为我不需要那么多的水。好，那我们现在就是盖上盖子，然后再开火，这样好简单，对不对？好，就像我会觉得我想要的是一个玻璃盖，好，那这个玻璃盖呢，我可以看得很清楚，我的茄子在里面它会有变化，好，就像你现在看着它，好，蒸汽是不是布满了整个锅盖？好，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我刚才的水煮开了，好，那我们是不是用100度的水去煮这个茄子？好，然后你们注意到这个盖子呢，它其实会有点透气，就像有人说，我在蒸东西，我会加一只筷子在锅盖旁边，对，让它蒸汽有点跑掉。那其实这个都是叫做控温你会让它的温度顺着你就像现在它这里有个气孔，它也会一直把蒸汽排掉，所以它的温度就不会一直跑上去。对，所以它是不是维持在一个蛮稳定的温度？好，再来就是我说的玻璃盖，我还可以看得到我的茄子在变色。
你很怕变色变黑，对不对？可是呢，我也很怕人脸变色。是啊，你看我现在有没有看到我的茄子肉的这一部分变白，然后皮的部分它变得很亮丽的颜色。对呀，为什么？你有没有听过杀青这个东西？杀青就是我们的青菜，你就下到热水锅里面去烫一下，你会觉得它会变得很绿，对不对？好，那我现在我的茄子就是变得很紫，这个叫做杀青。会继续紫下去吗？看你想要的感觉。比如说，我觉得这样颜色漂亮了哈，然后你会去闻到个味道，就是菜味、菜腥味。啊，就像说，青菜有个菜腥味，豆芽菜有个豆芽的那个菜豆味。好，那茄子当然会有个菜腥味。好，但是它的菜腥味会跟着它的温度上来，然后它就跟着蒸汽就飘走了。飘走了之后呢，你就会闻到茄子的香味就会来。好，那茄子你也可以，你有没有看到它现在颜色好美？好，那我们现在这样的状态是我们可以起锅了，知道吗？好，因为我闻到茄子的香味了。哇，天啊，真的好紫哦，老师。现在我就关火哈。好，那关火我们就可以把茄子拿起来了哈。好，老师，如果说这个锅盖它本身没有透气孔，我们就放一根筷子嘛。对，你就是让它的温度不要一直升高。好，那就会有人开始要问说这样放着，它等会会不会变黑？会不会？我告诉大家，如果今天是夏天，我就会这样放着，然后让它冷却，甚至呢，我会把它拿去冰箱，它冰凉的颜色更漂亮。好，我们把这一碗水哈，我放这边好，拿来喝吗？你们看到这个水，我们的食材的营养有没有流失掉？它就在这里。好，那你要不要把它喝掉？无所谓，但是我会拿来调酱。好，就像我这边我是酱油哈，我们有3大匙的酱油哈，好让它有咸味。好，再来哈，我会加这个是味淋米令，它其实就是有点甜味，然后有点香味哈，或者你要加砂糖也是可以的。好，就加一点味淋。再来这边是白醋，好，我个人比较喜欢用白醋，好，因为我觉得白醋是醋，然后乌醋就不只是醋。因为乌醋就是它其实是里面有很多调味的东西在里面。好，那这样子它就好了哈。然后但是呢，我们要有漂亮的颜色哈，所以我这边我就加一点葱花，好，蒜末，好，这个蒜末呢就见仁见智哈，有人喜欢那你就多一点，不喜欢你就可以不要太多。好，再来是辣椒，好。你可以吃辣呢，你就用到那个我们讲朝天椒剁碎哈。如果你是不太能吃辣哈，今天用的是比较大的辣椒啊，那要有辣椒的香气，或者说你还怕辣，那你就去籽就去籽哈。好，你这样子调一调，它就是一个酱。好，我会一餐就吃这一盘茄子的话，我没配饭，我要让它味道再淡一点点这时候我们的这个水就派上用场。我就把我们的这个原来煮茄子，它也许刚刚好收完，就是没有水了也许它就剩下这一点，但是好东西在这边，我就拿它来把它加进来。好，然后这边你就去调，比如说你喜欢的咸淡咸一点或者淡一点点就把它加进来。脂溶性的维生素的话，你加一点油它的吸收率会更好。就像吃红萝卜，然后对，红萝卜贝塔胡萝卜素你要加一点油。对，那像这样我们是完全无油，对不对？好，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说那我们给它一点点油。那我们这边就加一点点，这是香油，就是让我们的营养的吸收率会更好。对那就这样，把它放进来。好，然后你吃的时候，你就可以拌一拌，或者你就是直接这样子吃，好，就是一道很清爽好，我甚至会建议大家说，天气热的时候你就冰凉了，然后你要吃的时候再淋酱，对，要吃的时候再淋酱。